大家辛苦了，拜拜。大家要快快乐乐都在一起。拜拜。你们太棒了，好感动哦。超厉害的。好。对啊。好，拜拜。好感动，拜拜。拜拜。说的话，大家非常棒，大家超棒，真的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辛苦了，那个总召请吃饭了，耶耶，总召请吃饭，耶，辛苦了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举标请吃饭。然后我要吃海陆双拼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爱大家，大家爱我。这样。很棒啊！好，拜拜。干得好。以后要记得多来参加团契的活动哦，耶！拜拜。希望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加油，你们未来一定可以更棒的。好，给语文。拜拜。你们的平常练习我都看在眼里，是超棒的。而且我看你们这么辛苦，真的是太感谢上帝了。你们真的是超棒的，我爱你们。哦，大家真是辛苦了啦！下次有机会当然是一定要参加的、对不对？哈。对，好，拜拜。不行啊！举明说吃饭啊！圣约翰团契是最棒的。好，拜拜。你们好棒！超棒，我爱你们。下学期再见。下学期再见，拜拜。总召举明说请吃饭。大家太好了，很棒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一起喜乐吧，不要忧虑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。大家都辛苦了，可是谢谢，特别感谢辅导他们的帮忙，来新月诞生，谢谢辅导，拜拜。我爱你们，好 ，say goodbye，拜拜。太棒了！很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们爱大家，拜拜。大家太棒了！我觉得举办的很成功，很突破很多。大家辛苦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真的太爱你们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！就是大家都做得很好，感谢上帝。那你想要对大家说的话是什么呢？你想什么对大家说的吗？团契哦，团契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。哦，和你们相处也还蛮开心的啦。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拜拜。爱你们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想跟大家说的话，大家一定要来参加这一年没错的圣诞晚会，一定要参加，一定要参加，绝对不要敲我台，不要敲我台。所以大家请来团契，常来团契就会感受到爱的力量。没错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拜拜。